人老咗，瞓喺病床上面行唔喐，嗰一日你到底可以靠邊個？係咪覺得呢個問題好入肉呢？好多人捱生捱死一世，臨老先至突然發覺自己傾盡所有養大嘅兒女，到咗真正需要指望佢哋嘅時候，卻總係隔住一層好可悲嘅無力感。呢個真係唔係兒女唔孝順啊，而係時代嘅重擔壓到佢哋透唔到氣。久病床前無孝子呢句話聽落好冷酷，但就係人性最真實嘅底色。歡迎嚟到粵聽心禪，喺度我哋用一杯茶嘅時間聽明生活嘅禪意。如果你都覺得晚年嘅安穩歸根究底都係只可以靠自己去成全，請先俾個讚，訂閱我哋嘅頻道，仲喺評論區留低晚年安康自在隨緣呢8隻字，為自己嘅下半生種低一個善因。祈願我哋都可以優雅體面咁老去啦。我哋今日交心透底咁傾下。好多人以為晚年想好命，底牌就係儲多啲錢或者生多幾個仔女。但係你仔細睇下身邊幾多身家豐厚嘅老人家，到咗安老院入面依然活得毫無尊嚴。幾多兒孫滿堂嘅長輩喺半夜3更暗自流眼淚。點解會咁樣呢？因為真正嘅底牌從來都唔係外在嘅呢啲嘢，你向外求注定係一場空。真正嘅底牌係一種向內求嘅覺知力，係你經歷咗大半生嘅風雨之後收出嚟嘅一份清醒，係唔再向外攀援嘅獨立。講一個發生喺我身邊嘅真實經歷啦。我識得一位退休嘅中學老師，我哋都叫佢李姐。李姐呢一世人真係將啲心血全部掏晒出嚟俾個仔。早幾年個仔話想換層大啲嘅校網樓，方便個孫讀書，但係首期就差一大截。李姐肉赤心一橫，將自己住咗大半世嘅養老樓賣咗，將啲錢全部貼晒落去，自己抽住幾個行李喺搬去同個仔同新抱一齊住。佢心入面諗住，我幫你哋出咗咁多錢，以後我老咗，你哋點都要好好照顧我啦。啱啱開始嗰大半年，一家人客客氣氣都仲算和睦，但係日子耐咗，生活習慣嘅摩擦，交個孫嘅分歧，就好似地氈下面嘅灰塵咁，越積越多。婆媳矛盾終於爆發啦，個仔夾喺中間兩頭受氣，最後索性扮聾扮啞，成日借口要開 OT 好夜先返屋企。李姐為咗唔想個仔難做，處處忍讓，最後竟然委屈到搬咗入去屋企嗰個連窗都冇嘅雜物房度住。嗰日佢拉住我隻手，喊到條腰都直唔起，問我到底做錯咗啲乜嘢啊？我連條命都俾晒佢哋，點解老咗連一個安身之所都冇？唉，聽到呢番話，我心入面真係覺得好酸楚啊！其實好似李姐咁樣嘅悲劇，喺我哋呢代人入面真係太多太多啦。呢啲喺社會上叫咩啊？叫身形啃老，叫洗劫式盡孝。父母總係覺得我為你傾盡所有係理所當然嘅，但係喺因果律入面，凡事過咗界，福報就會變成劫數。壇經入面講，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你將所有嘅期待都寄託喺兒女身上，就係俾自己心入面惹咗天大嘅塵埃啊！佛門入面成日講，父母同兒女之間，無非就係4種緣分：報恩報怨、討債還債。緣分深淺一早就注定咗㗎啦，你硬係要強求，非要將自己嘅人生同佢哋緊緊綁埋一齊。呢啲就係執念，呢種無界線咁嘅愛，本質上係父母自身嘅一種控制欲。你將全部嘅底牌都交晒出去，連自己嘅退路都無留，咁就等同於將晚年嘅尊嚴
隨隨便便咁放喺人性嘅賭台上面。你諗下，人性係經唔起考驗㗎咯，輸贏全憑運氣，咁樣點會安穩呢？所以我哋呢第一章必須要死死守住嘅底牌就係財務同物理上嘅界線感。呢個係你抵禦世俗風雨嘅護城河啊！佛法教我哋要布施、修慈悲心，但佛法從來都冇講過要你割肉飼鷹，一直退讓到失去自我生存嘅根基㗎。你嘅退休金、你間老屋，嗰啲係你大半生辛苦勞作積攢落嚟嘅世間福報。呢份福報係老天爺留俾你安度晚年嘅，你必須要用智慧去好好守護佢。講句掏心窩嘅說話，我自己早幾年都曾經深深咁糾結過，睇見而家啲後生仔喺社會上打拼，供樓供車，壓到佢哋透唔到氣。我做長輩嘅睇見都肉赤啊，總係諗住將儲落嗰啲棺材本攞出嚟，可以幫得幾多得幾多。直到有一次我突發急病住咗入醫院，瞓喺病床上面，睇住嗰一大疊檢查單，睇住啲醫藥費好似倒水咁使出去。嗰一刻我突然如夢初醒，徹底頓悟啦。我明白咗啲咩呢？我明白咗，我只要唔倒低，我唔去拖累佢哋，我保持好自己嘅健康同財務獨立，呢個就係對佢哋最大嘅慈悲啦。華嚴經入面有一句話叫慈悲生禍害，方便出下流。聽落有啲刺耳，但道理卻係黑心。無底線同智慧嘅善良，唔單止會毀咗你自己，其實亦都係喺度剝奪兒女承受生活磨礪、自我成長嘅機會。喺佛理上，呢啲叫毀咗佢哋嘅逆增上緣。佢哋唔經歷下風雨，點樣可以長成參天大樹呢？所以長輩們啊，一定要清醒。樓契上面嘅名，絕對唔可以輕易去改手頭上嘅錢。逢年過節，你可以買少少禮物俾個驚喜，但千萬唔可以變成兒女每個月嘅固定提款機。你要知道，手中有糧，心入面先至唔會慌。呢份財務上嘅界線感，就係你晚年最硬淨嘅底氣。有咗呢個底氣，你喺佢哋面前講嘢，腰板先至會直，你先至唔需要睇任何人嘅面色過日子。守得住錢同埋間屋，呢個只係保住咗我哋外在嘅身。想真正活得通透自在，我哋仲要守住第二張底牌。呢張底牌比錢更重要，亦都更難收。嗰個就係情感上嘅斷捨離。呢個係為你抵禦晚年孤獨嘅一顆清淨心。好多老人家晚年最大嘅痛苦，其實並唔係無錢，而係心理上根本離唔開兒女。一日聽唔到個孫健叫嫲嫲，一日接唔到仔女嘅電話，就覺得呢啲日子過唔落去，心入面空寥寥。咁呢個係將自己嘅悲喜完全掛靠咗喺別人嘅身上。人到晚年最大嘅清醒，就係唔再去干涉仔女嘅因果。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將人生嘅重心重新放返喺自己身上，請喺評論區打出放下萬元，成全自己呢8隻字。等呢句充滿力量嘅說話，成為我哋下半生幸福嘅護身符，亦都俾自己立下一個唔再執着嘅契約。金剛經入面有句極之震撼人心嘅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咩叫無所住呢？就係你個心唔好停留喺任何執念上面。晚年嘅大智慧就係要學識愛而不執。你可以愛你嘅仔女，但唔好執着於佢哋係必須要點樣回報。你唔好執着於佢哋必須要按照你嘅諗法去生活。佢哋有佢哋嘅因果要領，你有你嘅修行要圓滿。我哋呢一代人啊，由細到大接受嘅教育就係要奉獻，要犧牲。
前半生，我哋喺名利場上扮演盡責嘅員工，喺家庭入面扮演偉大嘅父親、慈愛嘅母親。為咗呢啲身份，我哋幾乎忘記咗自己真正係邊個。而家老啦，退休啦，老天爺終於將啲時間全部還返俾我哋。呢個難道唔係天大嘅福報咩？孤獨其實從來都唔係晚年嘅懲罰，相反，佢係上天賜俾你閉關清修嘅最好時機。但係好多長輩唔識得享受呢份清靜，一得閒落嚟就慌晒神，日日坐喺梳化度睇住電視入面嗰啲家庭倫理劇，跟住入面嘅劇情生悶氣，唉聲嘆氣。唉，大好時光點可以浪費喺呢啲無名煩惱上面呢？試下去學一門你後生嗰陣一直想學但冇時間學嘅手藝啦，去寫下字，去種下花草，或者哪怕只係去公園度行下，結交幾個脾氣相投嘅老友記，將嗰份對仔女過度關注嘅精力通通收返嚟，化作滋養你自己身心性命嘅養分。好多長輩總係覺得我為呢個家操碎晒心仔女，點解就唔理解我呢？其實呢個係一種隱蔽嘅貪求，你付出咗愛，就渴望得到同等嘅情感回饋，一旦落空，個心就失去咗平衡。地藏經入面成日講眾生業力不可思議，每一個生命嚟到呢個世間都有佢自己必須要去經歷嘅劇本，你代替唔到佢哋。有時候學識冷眼旁觀，學識得體咁退出仔女嘅生活，反而係最深沉嘅愛。當你唔再將所有嘅指望都壓喺佢哋身上，嗰陣你會發覺你哋之間嘅關係反而奇蹟咁輕鬆咗。呢啲就叫不攀緣，隨緣自在。當你將注意力收返到自己身上，去關心今晚煲嘅湯好唔好飲，去感受每一次呼吸嘅起伏，你個心就會慢慢定落嚟啦。心一沉澱，嗰啲外界嘅喧囂自然就傷你唔到。想迎來真正嘅大自在，我哋仲要跨過人生，最後亦都係最難嘅一關，嗰個就係點樣去面對身體嘅衰敗。呢個亦都係我要同你交心嘅第3張底牌，同衰老疾病徹底和解嘅無常觀。呢個都係我哋抵禦生老病死呢個自然鐵律嘅終極底牌。唔知你最近呢幾年有冇過咁樣嘅切身體會呢？某一日朝早起身，突然發覺膊頭同膝頭哥酸痛到抬唔起，又或者行下街，突然覺得扯晒蝦，原本一腳可以跨過去嘅樓梯，而家要扶住欄杆慢慢挪過去，甚至隔3差5就會聽到某一位以前一齊飲茶一齊傾偈嘅老友，突然就永遠咁離開咗。每當呢個時候，我哋個心入面啊，係咪總會嚟一嚟，湧起一種難以形容嘅失落，甚至係一絲隱隱嘅恐懼？呢個其實太正常啦。人呢一世，無論前半生幾咁風光無限，無論積攢咗幾多財富，到咗晚年真正瞓喺病床上面嗰一刻，當呼吸機喺耳邊發出單調嘅滴答聲，當病痛好似潮水咁席捲全身嘅時候，你靜下心來諗一諗，嗰個時候到底有啲咩可以救到你錢？確實可以買到最貴嘅進口藥，可以請到最專業嘅私家看護，兒女確實可以企喺床前為你抹眼淚，俾你幾句安慰。但係真正要去獨自面對嗰份肉身撕裂之苦嘅，真正要去承受嗰份生命逐漸流逝嘅巨大孤獨嘅，只有你自己。嗰條係任何人都無法替代你去行嘅窄路，哪怕係至親至愛，都只可以喺岸上面睇住你獨自渡河。喺《維摩詰經》入面有咁樣一句令人醍醐灌頂嘅話：視身如幻。
從顛倒起，視身如客，為猿鳥獸，呢句話講得太透徹啦。佢話俾我哋知，我哋呢具看似堅固嘅血肉之軀，不過係一件喺呢個世間借翻來嘅衫，係一間暫住嘅客棧。既然係借翻來嘅，用耐咗自然會爛、會舊、會慢慢壞，遲早有一日係要還翻俾天地自然嘅。但係我哋凡夫俗子啊，顛倒咗真相，總係將呢間客棧當成咗永恆嘅家，花咗一世人嘅時間去裝修佢、執着佢。所以當無常呢位業主嚟收留嘅時候，我哋先至會感到咁恐慌同絕望。如果喺健康嘅時候冇修出呢份體魄、肉身虛幻嘅心理準備，人到咗臨終前就會陷入極大嘅恐懼同無盡嘅怨恨之中。我以前成日去醫院做義工，喺重症病房入面，我見過形形色色嘅老人家，嗰度真係濃縮咗嘅人間百態，更加係因果律最直接嘅顯現。我印象最深嘅係兩位形成鮮明對比嘅老人家，佢哋嘅經歷至今都令我好深思。一位係曾經喺商界叱咤風雲、身居高位嘅老先生啊，佢呢一世太要強啦，習慣咗發號施令，習慣咗掌控一切，彷彿世界上無佢辦唔成嘅事。但係到咗晚年，一場重病令佢徹底癱瘓喺床，甚至因為疾病導致咗大小便失禁，呢種身體完全失控帶嚟嘅深深屈辱感，直接擊碎咗佢一世嘅驕傲。佢無法接受自己變成咗一個廢人，於是將內心嘅恐懼化作狂暴嘅憤怒，發洩喺身邊所有嘅人身上。佢日日對住護工破口大罵，將仔女折騰到筋疲力盡，連望都唔敢望多佢一眼。佢越係掙扎就越係痛苦，成個人被一層厚厚嘅怨氣籠罩住。佢走嗰陣眉頭緊皺，面容扭曲，真係令人睇見都覺得悲涼。你看佢痛苦嘅根源，單單係因為疾病咩？唔係㗎，佢真正嘅痛苦在於佢個心仲死死咁掹住嗰個世俗強者嘅虛幻身份，唔放佢唔肯，亦都唔敢向呢個宇宙間最公平嘅無常規律低頭。而另一位係個普普通通嘅念佛老婆婆，住喺一個好唔起眼嘅普通病房入面。佢並無讀過幾多書，亦都無萬貫家財，同樣係重病纏身，有時候癌痛發作起上嚟，成身飆冷汗，連床單都濕透晒。但係佢從來都唔抱怨，甚至好少身痛。每次痛得犀利啦，佢就合埋對眼，手入面輕輕咁撥動住念珠，喺心入面默默咁念住佛號。有一次我幫佢抹汗，忍唔住問佢：婆婆，你咁痛，心入面唔驚咩？佢微微睜開眼，反而笑住寬慰我。佢話呢啲有咩好驚㗎？地藏經入面唔係講咗嘛？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業。我呢世上世唔知爭落幾多債，而家痛一痛就當係還債咯。係佛菩薩慈悲，等我喺走之前將啲業障燒一燒。呢件爛衫遲早要剝落嚟嘅，只要我個心清淨，去邊度唔都係好地方咩？最後嗰幾日，佢喺微笑嘅睡夢中安詳離去，面容舒展，就好似瞓着咗咁。呢兩位老人家嘅結局，難道單單係身體疾病造成嘅差異咩？絕對唔係，佢哋之間真正嘅天壤之別，在於心境，在於對因果嘅參透。晚年最大嘅底牌，就係我哋喺心識深處提前修建起嘅嗰座堅不可摧嘅精神避難所，坦然接納無常嘅智慧。金剛經入面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生老病死，正正係呢個世間最根本嘅有為法，係宇宙運行嘅鐵律。
唔去懼怕衰老，唔怨恨疾病，呢啲先至係生命真正嘅大勇猛。我哋要明白呢具肉身終歸黃土，嗰個係無法改變嘅物理過程。但係《壇經》入面亦都話俾我哋知一個極高維度嘅真相：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你諗一諗，雖然你嘅身體而家70歲、80歲啦，長滿晒皺紋，但此時此刻正在聽住呢段音頻嘅嗰個覺知，嗰個可以感知到痛、感知到歡喜嘅心，佢有年齡嘅咩？佢老咗咩？冇㗎。嗰個源自高維度嘅靈性係從未生過，亦永遠唔會老去、唔會消亡嘅。當你將對肉身嘅執着慢慢轉化為對呢份清淨自性嘅覺照嗰陣，痛苦就單單只係一種生理上嘅神經反應，佢再都無法摧毀你嘅內心。呢個就係佛門入面成日講嘅身苦而心不苦啦。好多長輩一聽到生病就恐慌，一見到生咗白頭髮就焦慮到瞓唔着覺。其實呢個就好似秋天到啦，樹葉必然會變黃飄落，嗰個係大自然最深邃嘅美。你何必硬要逆天而行，要佢強留住春天嘅綠意呢？面對疾病，我哋當然要積極匹配醫生治療，嗰個係對生命應有嘅尊重。但喺內心深處，我哋必須修煉出一種得知我幸、失知我命嘅從容。修好咗呢顆無常心，你就再都唔會被醫院嘅診斷書嚇親，你就能夠喺每一次身體唔舒服嘅時候，喺每一次手腳酸痛嘅時候，將佢當成係老天爺善意嘅提醒，提醒自己係時候要放低世俗嘅牽絆，將啲精力收返嚟，好好關照內心嘅時刻啦。講到底，晚年嘅好命從來都唔係世俗眼中嘅兒孫滿堂、前呼後擁，更唔係住大屋、揸靚車。真正嘅好命係一種唔向外求嘅鬆弛感，係手中有餘糧，心中無掛礙，靈魂有歸處嘅從容不迫。我哋喺財務上守住界線，唔透支自己嘅餘生，呢個等我哋喺現實嘅柴米油鹽之中進退有據，唔使睇人面色。我哋喺情感上完成斷捨離，放低對仔女嘅執念同控制欲，呢個等我哋喺精神世界入面清靜自在，唔使生悶氣。我哋喺靈性上睇透生老病死嘅無常，學識將生命嘅主導權交還俾宇宙。呢個等我哋喺靈魂嘅歸途上不驚不怖，將呢3張底牌穩穩陣陣咁揸喺手心入面，你就攞到咗通往極樂安寧嘅最強通行證。歲月雖然無情，佢可以無聲無息咁帶走我哋嘅青春容顏，可以削弱我哋曾經引以為傲嘅體力，但佢絕對帶唔走我哋用大半生風雨時光修煉出嚟嘅慈悲同智慧。只要底牌喺手，無論外界嘅環境點樣變幻，無論身邊嘅人點樣聚散離合，你都可以穩坐釣魚船，以一顆如如不動嘅心笑，對餘生嘅每一個日出日落。呢度係粵聽心禪，如果你覺得呢期內容對你嘅心境有所觸動，幫你解開咗心入面對晚年、對衰老嘅某啲隱秘嘅擔憂同執結，令你對未來嘅日子多咗一份篤定同釋然，請你喐下手指，俾條片點個讚，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更重要嘅係，請將呢份來之不易嘅清醒同智慧分享俾你身邊嗰啲同樣喺歲月長河入面跋涉嘅老伴親友。呢個唔單止係一次善意嘅分享，更加係一次無量嘅法布施，可以點亮其他人心中嘅明燈，為你自己積攢深厚嘅福報。最後，我想請大家喺評論區留低呢8隻字：放下執念，隨遇而安。
請將佢哋寫低。文字係帶有力量㗎，等我哋共同嘅善念喺呢個清靜嘅空間入面，匯聚成一股溫暖而強大嘅能量，照亮彼此嘅前路。我哋下期節目再結善緣，願你同我都可以放下萬緣，得係大自在。